赢了，输了。阿来，我叫路上了，来是，在这赢了，来是，老现在家伙，不知道吗？你是想啥？完了那年嘛，我想不起来呗。叫路上了啥的？我上树。对，我上徒步的对。不对，你哪天嘛了你？说嘞，他那个看他用这个呢，这个实话。我是没的红路很讲义，俺那看见说。这你俺在哪里用也是，就是我要呀么就是。哎呀，那样我也倒是你的，对面了呢，就这个怎么才还有一个？那么热啊！哦，俺在哪地中桥头头，我哪来是人家夹在路上，你是进不到俺们大桥的。对，俺是俺们今天升不上了啊，俺的上不上咱经济讲的吧？对，没新闻这个呢。啥木的渣？我让你木的渣了呀？怎么的他姐？这个话怪呀嘞！对对，看过咱们呢。也是，交代去了。你说是知道了。你这气用嘛？对的。交代去了。既然给人学不是你活动啊，俺也给人学不。现在你对打不是那样。好是现在要我修正，咱现在努力就对了啊。记住，老张的。来，阿姐你们了，记住那妈的啊。看懂，前面老板，往那边看懂，往那边。今年修动个油水，从这个你看懂看那边，交代去了，就是这里，好的，这边，已经来了，这个也看懂，我来这里，我来这里，这这个呀，他现在他妈几天了呀？那边修没？他妈这嘛的，这是，对这个，老看些什么都修这个，头上挺多修穷的吧？你就用味道。那怎么了？你就那嘛的，我那边是修的。我上了我妈媳妇看过。我的了，那这里地主全都在修啊。你们，我那边是这里。给那妈的地主全是有。我那修没。给那妈的地主的。你路上地主的，他妈看个检查下。你妈的过去。我那这里。他今天我那真大接不中啊。对，错过。我那家伙去比一下。对的，错过。今年也拖上了，强大这个就是乐国上去啊。他年岁的修吧。一年地让突不能这些年还用上去啊。这里让个今天写这个吧，我俩俺怎么搞不修去？晓得去了啊！我呢，俺妈初二阶段决定的，你看你做大不记不记讲的想，突不能在哪里？好啊，你不明白吧？对。今天俺们也不下的，大师，我们也不下，是的。他这个今天也不下，没得啥，看过讯息啊？看过你的啥？我上了。你是啥呀？肯定。看啥？重建长教，第几年到中国啥程度的？第哪年？我老说我这光修了的。看过你的菜。我这第几年到中国去呢？看过直播修的那多呢。老的。这光啥听不修的要是多呢？从头再来下。这个电子嘛学习，看不得光修那个啊。是啊。我那女的。他讲这个。我肯定傻吧？我刚压力，好的，我刚压力了。我觉得，我啥的呢？没多懂得多少看过那种有意思。我那咱一个，现在，你一直听闻这个。你妈呢？昨晚你不接受嘛的？是的。小干那里广大多年的天的。我的狗就在那里，是啥谁天是讲中国人？对，这是的。谁说的？很多底下强大的监狱是吧？这是没危险叫的，你们看现在都过来。一个话对了，很多破人的这样就看不牛什么的，对啊，穷怕点样的。那你要强过点呢？
不论呀，这的看不女呢，看不金毛看的呢，我你俺你的姐子，俺那老三个看不女儿，老了一夜听住，你里面都生病。姐子，我知道了啊，你们这啥还是大家觉得，反正我那里头就是到还不累。呀呀，他啥个人吗？你来约。姐子。我呢，他有那一起说，他有那我一起说呢，还有那一起说，好吗？当我那一起说嘛，还得一起说，对吧？这你老三哪去听明白？他可了，看我他可了牙齿，不是，我是牙齿多，过来那了帮的多，没到的多，阿妈，看我这个装修生，我这下，这要不得那走的。可是老三看不多呢，我就看不叫多啊，对的。好了，刘三了，俺是给去的，我就是起码看住了吧？你老三哪记住了吧？今天俺去哪里送？我他过来说吧，我那姨。啊，本来。不论呀，这你的看吧，这生肖呀可给要嘛的，今天俺那是没啥的。我上去了，也不是女教的啊！我啥的看不贴不的，对的。他们皮毛都女孩的，我想看不这多。这是阿妈，晚上你没干，不能接的。还是把那的呢？哦，还是要哦。我没有当了名都给呢，不论呢那出过银子，不论呀在看过女人呢，我娘看过就是的呢，你是咋苦命都不如此啦。可是我上看过这个地方吧，俺的身份就结束，要不然最最呢就大概对吧？我那姨真不小孩子他可是那不是现在不留样叫了我娘那好了，这年毛这个都牛了，不是古的，到个些老三么多去，我想不通，多大做嘛呗？对没？看俺呀，没得去过了很大去哦。好了，嫂子。就像你朋友追剧的。其实没得学问，哎，我把出家就这样了吧？想听一回，到时候记录。这天哪，不行了，出来要我9月，他没得面子，也有干俺没得做啊，他你们这哪门生的？不是，肯定是，你天天没生病去，啊，你说呢？再走了，让他阿妈去了，还谈了不？阿妈，对没得叫没有做是吧？是。咱俩快组织去啊！咱都等多了，到我今年就没啥过去了，对吧？就这。阿妈，反正我俺那我养成嘛对。还得，不论样子哎。我就不过去，不论样子没做年龄呢，明天来就不了嘛对呗。这上过。这个人光不见就进不够的过去。这样还是假的？这上没当我的我也我了。俺没有当了你对呗？不论呗，那出过银子。完了的，俺们那就让你咱们市场赢不得，就像没事么对啊，不能原来出过来，对，哎，不能原来出过一次，他这家名字是，这就是这个，你不啦？不能奶奶出过一次，这么想，不能原来出过一次，那俺也光没有。这样过，你把那就让你总结回来啊，
俺们呢，不对，模拟了。我的你说我看了的是呢，就这个看吧，我看你们说过，牙干吃不，过来那里没多动的人叫起，人家去哪生过了，俺们这也看这边是呢，咱们土们呢，公布三万就干来吃，我就觉得，我的傻傻冲出去，我还，你老觉我那里没，看不见我的啥处子。放过兄弟，俺没看过的处女，龙就落点钱嘛了吧？俺没寻思。对，我这那罗军我在干来就哎。就逻辑嘛，这个你也接过去。你莫拿这个的看这个程度啊？莫拿这个的没那不能出呀啊！你看过的处女，俺爸爸没那过了，带着就带俺没落点我的那的龙就钱不能再去看不得莫拉他，这没啥的了噻。是我呢，阿妈，最先中这的，中这在是光嘞。他看见你朋友家嘛的呀，怎么就是在用命的？这还这人呢？先生。不对，弄上了，晓得去了。今天都看白工厂对吧？不出去的这要嘛的吧？要嘛的看这生，我们到年末这人没进去，是么着，年末着。不对，看到你们了。都弄上了，就的。是的，弄上了。今天没担心的，没得讲是拉的的信息，就下垃圾啥子去。我这边晓得去了，其他没得讲嘛。俺见过没得讲就看出来了。这其他今天从你看完了啊，天下见过没得当业的流行之大。今年俺是拿了没得买吧？没得讲就看出来。他今天都看到那了没得去的，他啥都不是完了没得的国内的大。我傻了，上次跟就生病，今年我看现在干来讲我说，今天天天没东西。我按了也没大的。俺就当没得的，我讲我也才牛逼吧？不对，我就叫不上来。你也见没这牛来呢？我啥见没这牛能干着我？先生，我叫你们了，我啥吧大哑巴进来别子落下的，俺妈姨呢？干了年了就只不是我才是个的，因为街上说的龙子几，干了就接不上。现在你听个的。俺妈俺路上就不看水要嘛的，对，可是我啥些看不到没得牛给的呢？哼，俺老姐姐就是了呢，牛他们你说的，这嘛的。他天上我啥别贴这去，我讲的记不得，看不到没得年了龙子去，今年说从来就有个嘛子，你呢，你打呀就住多啊？天上，俺万一呢，你这是。我上就那故事，那从头看最平嘛的呗。对，因为他天上说看不养过去，没得理由，你就是打就被嘛噻。他说可惜师傅这个多啊。对，我这个晓得去了。今晚你身上没得回去当过一的，懂吗？俺先把去见面小。什么？这是路上车的找我来的吧？就是俺强势点这注定吧，俺那就来了，你不错不是来的吧？可就是的，路上要我修差点啥？当然没。忙起来路上真叫了修差几个过去。你妈也能俺也没见这些了，修起了吧？这下面俺们还那么是呢，脚不是修，你别说去，也是去了嘛，就过去。真的这样子的。路上个没着你不的，路上个看不见不的，这样啊，咱忽然抢着家修就。
当我也是这去死，不成不成。别没意思了。呀，这去死这样都控制是的嘛。你看这个路上个人跑人一样的去，休息给我下这个。你妈能洗洗了嘛讲不起。我也看就没就没到了去。这能是。说在街去休息了是多。这就是这说的。哎，杨是是去。你这差有没得？哦。我记阿妈让你我让跑人去个。茄子。俺让你个跑人去呀姐，不是没这些年了。茄子。我婆母让我的，进不这酒。去见你俺婆哎，可是的小路上说的能行，说姐开不掐着月出。这样去，也找不得，这是女婿。来，也是的。这东北的看来这个真了，是这样的。监督也算得清楚。是的，瞧这的。多高兴！这不干啥嘛用去？我那种，看哪啥个秀？还得顶上多点看哪啥节用的？先生，底下搞点酒了，别忙这点下。先生，看哪啥秀不得了？那这嘛用去？别去，我几位真打都听不着。还有个事情啊！你这听完了，还继续说啊？要。这听完了，讲我的。不，我是吧？我看见懂。不，你让那克拉蒂说的。克拉蒂是不是说的？是我讲的吧？对呀，俺们想摸这样。怎么？这个人就是把那个嘛你建议的。我也有建议噻。你这还用说？你可是俺们那起来的，我刚才没这样的，俺没这些人的人，就那个难说吧，都这样了，不能买的，就不意思，但你瞧，真是难受。你这个就说你那当然，马可能没有钱，这个马可能是这样子的。可是你搞到我们买的，有，你真是，好的，可以说哎，这些人呢？可是。你搞到这个，在前面这多也是啥样？是。俺婆来可不是，俺来可不是那样的。你们你菠萝上不知道你们都，我在那我天天想法去明白。这个日子，俺这阿姨没天天用为。我们把路上那不对呀，我是做事的，也还是看不起不喜欢做事的，看不起不做事的，他底下闺蜜存在就是太清楚的。我的修行都不拿人民重要的，并就是这个，我连带你我你打不转你。打的没事。还有时间这模样看着的，什么呀？我们就是看不起也就是要干要嘛的，俺们。是吧？哪个呢？你过了天天去，你这么多女的看着的，那我嘛的。我现在。我这真的妈的，姑娘女的妈的，叫你把饭送就看见才在的呢。看你说的，人家去他去，你也不会比打到跑去，你也不会过着，不过在果然是真的，也不会其他强于。然后呢？我妈的，我现在叫他打饭送你，我逼着你们嘛着。别打你。
这是给你们去的话题的，都是搞了点冲动嘛，对。太久了呢。咱是面上来。啊，我呀，我妈的。这我恐怕天天要的，可是我嘞。我是那么我。刚过去的。哎呀去！我这帮啊，臭味，可离蛮去的。你怎么看见他呢？他顶上去做打出来接单店了。本来是肯定前面拿了某些的东西呢，我也打过去这些。先生，对军国吧，今天亲戚叫了些。先生。对的，我咋会在那么的？可是年纪呢是主意，想不到考去。其实俺们，很多牙的邻居是当家住的，能咱们入的，可把对你这里亲戚去。对了，估计，对的，你看嘛，那个儿子落上了，说那些新闻都送出去了吧？先生。他在想我那都是病吧？说姐嘛是你听俺儿子没得送多。差不多。这见到俺儿你说你，我管我家出去。是，俺也上么看呢？反正我呢，俺儿子上么到这个工作的3个月。今年的俺们让工作的3个多。可是你嘛，俺儿子这协会不是不人面的求过人的经验。对，不人面的求过。他对我呢，现在可是举世世界，不人越南求过这些。我那这些。知道吧？不人越南求过。我知道嘛，俺们让中气。我的，你们没叫不了他了？你要接着嘛搞修的，就是。我现在给我接着鸟上。没面接。我你要修过见过了这个吧？我有的是接着鸟啊，听不着吧？接着不是现在头体用这个吧？接着么啥的？见过的你看那手机哦。看嘞。对的。我经常听这个。我赚钱了，赚钱了！说不是。你如果忙这个，出不去的话，这都看见咱说这么个你如果忙这个，出不去这都彩票不是你我的，这都。不接受啊！不是，你如果忙不出不去的话，就打退的。当然呀！哎，我这。他顶上名的尊。不是，你在骂啥呢？你蒙过？哎，这还这人啊！呀，出来弄多了。哎呦，赶紧个真个的呢！我呀，家家干那要不习惯了，要不就要那个名字。好了，就这个点名两句。花几年的？你阿咋啦？进路多，你个广州人了讲，吃个吃么就痛呢？那七星啊，3边咱们这些啦，这些兄弟们居然连他去马蛋，这他的意思。哎，没的，开始。是的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别嘛，你们两个忘的直接点没办的，还是也不嘛，人有些他的。起来了。这样嘛，你们两个忘的直接点不这些哪些没办？我这，我们这样看对。什么叫节目没看？我们节目上我电脑看不懂啊。今天忙着嘛，到节点里面看去。我们是在节目上。然后看看电视上。那不是节目节奏音。你说那个的老大。
你容易啊，龙就这带学个这个介绍的，真的。啊，大家去，高这么说。我来人就会有啥子？哎呦，给大家会写啥嘞？谁不来写知道？我拿来我丫头要嘛嘞？肚子一个扛吧，公家你们戳个月，牙卡死不月吧？我来那里没到东的去，哎呀，这废！懂了，看我的现在看我的女娃行不是啊？看我的女的。龙哥怎么的？他们修车队。完了不你，我又过去，你准写过？俺那不行。他气我了，爷了，有这了。我妈的节目过得蛮辛苦的，了，以为是啥？平常的兄弟年纪的，这种的，呸的，平常兄弟年纪的这种刀啊，就那是冲着的来自哪里啊？那是兄弟。他听我不讲了。妈的讲了，这不干那个妈的不听说的。他们叫我打的不也别打。他怎么今天长着这大的缺陷呢？今天俺缺陷那就要缺点他们说对不对？刚才缺那个就是多。